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和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新春讲恭喜初二，查某囝囝婿转来伫咧闹热。咱开讲几句啊，甲查某囝有牵连的俗语。头一句咱来讲一甲100岁的老爸老母，若是咧烦恼70、80岁的后生查某囝。毋则查某囝对父母的感情嘛共款。俗语咧讲，头长白西西，较像也外家。农业时代，这句话无定咧表示讲查某囝咧轻婚，事实毋是轻婚。现代角度，咱来甲理解，来甲想讲，本来骨肉至亲，一个查某囝栽培到10几岁、20岁才有嫁来咱兜，当然甲外家的感情永远都拍袂长。毋知这句话是好话，毋是歹。已经食到70、80岁的查某囝，对外家依然真带念，这社会咧看满是。头长白西西，较像也外家。毋过咱嘛知，咱嘛知影讲农业时代确实。查甫比较查某会较赢面，查某比较查甫较舒适，女男无平等。有当着啊，嫁去到人兜，人无甲咱照起工，人无甲咱照步来呢。大家大官苦读新妇的，迄有毋是无，但即马要安那？因为查某囝外家后头啊，阁有人会当拍算，会当出头咧，就是啥？就是大兄小弟。因为女男无平等啊，查某比较查甫较舒适啊，但是人伊嘛有大兄小弟。俗语古早咧讲天顶天公，地下母舅公，原因就是对遮来。母舅代表老母，真侪代志老母无在调，佮在拍算的时阵，母舅爱来点头。啊，毋则讲初二即天，咱知影讲永过农业时代，隔壁庄就足远啊啦。母舅拢会叫外甥去哦。去叫恁阿哥姑丈来哦，今日初二转来团圆哦。天顶天公，地下母舅公，母舅的地位就是遮尔悬。但即马吼唔免去的啦，因为吼交通真方便啦，台北去台南的4架有啦，所以拢用通电话啦。初二知啊，咱遮的少年朋友，你甲印证各种咧讲看有影无？阿舅啦、大舅、小舅电话一定来，讲哦，恁老母有伫咧无？有哦，我叫妈妈来听，妈妈电话接起来。无论讲过去一年365天，老母甲着咱的外家亲近，还是疏远，拢无论。即天母舅一定联络，一定爱叫讲查某囝初二转来团圆。啊，讲外家说外家，咱知影讲即个外公外妈，内公外妈，口语上就是有轻分，就是有比较。比较的时阵，国情换另外一句话，字幕无共，咱来甲做参考。即句讲叫做后头厝。大家参考落去，外家总是一个外嘛，毋过同款的意思解说落去，后头厝，后头就是后靠，后头厝永远就是查某囝的撇风角。所以若要讲外家不如咱现代单位，咱讲互伊普遍应用互伊事上来讲一句后头厝。相信讲初二查某囝囝婿转来团圆，大家感情愈行互伊愈亲，恭喜恭喜！